韩凯啊，我有点渴了。哦，帮我买一下饮料好不好？可以。哎，姐，我去吧，你要不要？啊，好啊。哎，还是我去吧，我不能把照顾我老婆的权利让给别人。哎，零钱。啊，我有。啊，哎呀，拿去，我还嫌我减烦呢。哎，刚刚进来的地方有一个投币饮料机。哦，好。哎呦，要当新娘子喽！我已经是新娘啦。哎呀，被新郎给甩了！你在胡说什么啊？婚后我们将互尽责任和义务，互敬互爱，无论贫穷与富有，健康与疾病，我们都将患难与共，携手共建未来人生。宣誓人李荣、丁健。来了啊！他人呢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饮料机那没有，卫生间也没人。哎呀，他会跑到哪里去啊？没关系，我等他。姐，你回去吧。我要等韩凯。可是，快下班了。姐，你先回去吧。要是姐夫回来了，他会回家找我们的。你们的照片啊。哎，谁烧一下？啊，给我。谢谢啊。嗯。四姐啊，航空公司那边事情都处理干净了？都处理干净了，只是因为我提早离开公司，所以有一些法律上的事情还要办。这没问题。我们医院也聘有自己的律师啊。老头儿，啊，给思贤好好安排一下。他好不容易回来了，医学院念了7年了，才算走上正轨。思贤啊，你是学外科的，
本来呢，应该把你放到外科去，但是你跟别人不一样，我们的医院你迟早是要继承的。我希望你呢，要全面了解一下整个医院的运行程序。医院要维持下去，比你待在手术室里动手术要重要。我已经在航空公司2年了，说实话，我学过的东西都忘光了。我没有这么大胆子，现在就去看诊。看诊不难，只要几个月的时间，很快就会想起过去学的那些。思贤啊，我一直在说，你是天生的大夫，啊，在学校毕业的时候，你是全校第3，是不是啊？结果呢，你跑去做什么乘务员？我现在不是回来了吗？是啊，儿子这都回来了，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不提不提。哎，哦，对了，过2天呢，我们要开1年1度的董事会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你去见见他们，也让他们认识一下，好吧？啊，我知道了。老板，刚才有个客人。等会儿啊，姐，我来照顾店里吧，你回去吧。好吧。姐，姐夫不会有事的，别乱想啊。我知道，不会的。陈鹏，等一会儿陪我姐说说话。有人在旁边，心情会好些，好吗？去吧。喂，请问韩凯有没有在那儿？好，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你。喂，我是安琪，请问韩凯有没有到你那儿去？没事。不用。没关系，我再打到别的地方问问看好了。好，谢谢。怎么样啊？我在到处打电话找他。你有没有打过 Jazz Bar？ 我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给 Jazz Bar， 他们说人不在那里。不在啊。我再打打看。喂，小龙吗？安琪啊，我是乃明，什么事？韩凯今天有没有去店里？没有啊。结婚第1天你就到处抓老公，你们女人呢？乃明，韩凯不见了。肯定是啊，你把他管得太严厉，把他吓跑喽。韩凯真的不见了，乃明，他不见了。什么事？安琪，别哭，慢慢把事情告诉我。今天下午在登记处的时候，他就不见了。进来。少爷，这些衣服都是洗好烫好的，我给你搁床上了啊。好，谢谢。
乃明，什么事？韩凯失踪了。安琪姐，真不见了，好好的一个人，就这样不见了。会不会韩大哥突然被什么坏人给绑走了？我打过他的手机，没人接。他会不会出事了？不会啊，安琪姐你不要乱想了，韩大哥一定不会有事的。要有事情的话，阿姨刚出去看的时候就一定会看到有什么情况，结果没有啊，对不对？那他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呢？如果当时没听见，他至少该事后回我一个电话，他为什么不回呢？不知道啊。哦，韩大哥他一定是手机掉了，所以才不能接电话。对，那他手机掉，他不能接电话，也不能回电话给你啊，一定是手机掉了。要不然的话，就是，他不想跟我结婚，是不是？如果是这样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他不想娶我，没有关系，只要他不会有事，我宁愿韩凯只是想逃婚，我宁愿他是忽然不要我。我也不希望他出事。